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这礼拜是咱教会点到第3期知识垃圾的宣告，就是象征宣告甲披露。这是咱用欢喜感恩的心，三甲来敬拜。万国啊，念着俄罗耶和华；万百姓啊，念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念着俄罗耶和华。这是大家来吟圣诗41首，圣诗41首，44首吼，圣诗44首。我心尊敬我主最大，为伊我来欢喜，看顾卑微，施恩救我，万世讲我福气。圣诗44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
这是咱犹原徛的，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界面伫圣诗的12页，这是请咱三角来念。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果。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甲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三角来启应上帝话，启应文第44，启应文第44第1079页。启应文44，也就是以赛亚书40章。这是咱三角来启应。恁的上帝讲，着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罪已经认清楚。有声话讲，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逐个山谷拢要吞发甜，弯弯的要解复直。上主的阳光一定显现。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有声讲，你着宣布。着讲，人拢亲像草，草会焦，花会谢。人讲真正亲像草，草会焦，花会谢。报好消息予锡安的人啊，着上悬山。着大声喊，毋免惊。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权能来临。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伊要带遐个羊仔，是恁的羊母，稳稳啊行。这时，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感谢你透过耶稣的降生，将喜乐带到这个世代。伫这年尾感恩的季节内底，阮要大声来向你说谢。感谢你伫万民中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有福分伫教会底敬拜甲服侍。感谢你伫过去一年的中间，你用恩典的手扶持带领阮平安经过。感谢你看顾阮的生活，保守阮的工作。互阮的家庭得到养饲，得到平安甲福气。特别伫即个无平安的世代当中，阮特别需要拥有喜乐的心，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主啊，有时阵要过有喜乐的生活，实在是相当无简单，尤其伫艰难也是无用的时阵。恳求你
伫每一个时刻洁净阮的心，提醒阮掌管一切，帮助阮检测伫百般试炼中，阮犹原会当抓做是大喜乐，因为阮知影检测就有伫困境患难，阮犹原会当全心倚靠你来得到平安。当阮仰望你的时，而且将心投注伫你身上时，求你再次以力量、勇气甲愿望来充满阮。主，阮要为世界和平来祈祷。你是和平的人君，求你来引带看顾甲保守，显明你的公义甲慈爱，化解人甲人中间的怨恨，也是民族甲民族中间的仇恨甲宗教的排斥，互公义来得胜，互和平早日临到，互这受灾的百姓会当得到安慰，也会当得到医治，也因为安尼有气力来对面头前要行的路，通过着平安的生活。亲爱的主，也感谢你赐予台湾这片土地甲自由的生活，恳求你保守这块土地，互伊无受外来的极权的侵略甲威胁，保守台湾的生存发展。求你坚固台湾人民的，互伊无受外来求你坚固台湾人民的信心。愿你的公义甲和平临到这块土地，互人民会当安居乐业，生活伫真正的平安内面。主啊，也恳求你保守、赐福，互阮众兄弟姊妹身体健康。其中若有身体欠安的，求你医治大能，会当降临伫因身上。阮知你是生命的主宰，伫你内面，阮的生命就袂会孤单。恳求圣神大大充满阮的心内，互阮会当有活出活泼的生命、健全的心智，家庭会当得到真实的平安甲喜乐。同时，嘛要为阮教会复兴、长职、兄姐灵命的增长来祈祷，互教会充满真理甲和乐，教会聚会有圣神感动。兄弟姊妹彼此之间会当更较团结，互相关怀，互相造就，夫妻伫主恩的恩典内面彼此相疼，谦卑学习，有主的圣神，成做合一的教会。主，阮今日礼拜头到尾，愿你来感动圣神充满伫会中，充满伫每一个人的心内。伫牧师的正道，传讲上帝信息中，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帮助。只是要安静阮的心，好好领受你要互阮的真理，来训练阮的心意，愿意来做主所欢喜的工作。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这是圣歌队要来献诗。带咱学罗上帝，因今日要吟的是愿望甲真光的上歌。
咱圣歌队用这优美的歌声来学罗上帝，咱愿一切荣耀拢归伫上帝。这时咱要来听上帝的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新约马可福音，是新约马可福音段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马可福音段第一章第一节，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亲像伫先知以赛亚的册所记载讲。我找我的使者，伫你的面前来修正你的路。有底叫伫旷野的，伊的声讲，着备办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约翰来伫旷野行洗礼，传反悔的洗礼，互人得到赦罪。通犹太地甲耶路撒冷的证人，拢出来就近伊，认因的罪，伫约旦河对伊受洗礼。这个约翰穿骆驼毛，摇下皮带，食草莓，甲山野的蜜。伊传讲，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的。缀尾我来，就屈落来偷伊的话带，我也袂堪得。我捌用水甲恁行洗礼，伊要用圣神甲恁洗。以上信息，愿主的话成做咱的帮赞。下面讲到，牧师今日要互咱的信息是领受上帝的疼，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可能咱兄弟，若顶礼拜有来到教会做礼拜，有认真听讲道，就会发现讲，即礼拜的经文甲顶礼拜小可类似，但是咱知影，咱的福音书有4本，每一本虽然讲拢是见证主耶稣基督，但是拢会对无共款的角度、无共款的观点。阁无共款的重点来写，所以顶礼拜马太福音3章也记载着行洗的约翰，但是顶礼拜马太福音有加出一段是讲啥物？行洗的约翰伫旷野来传的信息，天国君啊，恁着悔改。伫今仔日。咱读到马可福音，焦点放伫有得叫伫旷野的声，讲着备办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有得叫伫旷野。所以咱发现讲，两段虽然讲共款的事，但是有无共款的焦点，所以伫大讲者第3主日，咱就搁一遍来思考，上帝备办一个使者伫旷野，大声伫小囝耶稣伫遐宣讲天国的信息，迄备办道路，备办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所要做的代志。上帝所要做的代志，咱就来看马可福音是安怎来讲起行洗的约翰伫旷野的信息。伫今仔日圣经信息的进前，咱做伙阿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我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一礼拜的带领，也感谢你，互阮伫大讲节的中间，愿用欢喜的心期待圣诞节，愿也用感恩的心，愿搁一遍来回想
上帝你道成肉体来到世间，带来即个世界的改变，以及世间人的改变。主啊，即款的改变也伫阮的心上，所以恳求上帝你，互阮有你圣神的陪伴甲带领，互阮有属天你所授予阮属天的智慧，互阮透过你的话，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互阮会当搁较深来认捌主你，搁会当搁较了解到你甲阮的关系。以及阮要怎样来做，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白白得到利益，得到造就。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留意下这马可福音。一开始，第一节就是讲到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就互咱知影，马可福音写作的目的，就是要见证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世间，带领咱世间人转到伫上帝的道理，转到伫上帝的旨意，就是伊的道。即个会当转去上帝的道的即个机会，对咱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这是咱灵魂会当得救的好消息。好消息就是福音。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头前4本爱讲，这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主耶稣基督2000年以前来到伫世间，透过伊所讲所行，尤其是透过经历到十字架，伫十字架顶带予世间人有迄个会当转去到上帝创造起初的迄个上帝看做好的道。所以你我其实上帝拢互咱机会，这敢毋是就是一个好消息？你我其实拢充满机会，无论咱现况是怎样。咱线接过来看马可福音第1章第20到第30，甲咱讲耶稣就是天父上帝通过以色列先知以赛亚，一直到伫马太基，正的以色列先知来向上帝的百姓所传上帝应允迄个救恩的成全。所以，即个救恩会当成全，伫苦难中间的百姓会当得到透放，会当得到上帝的救，成全伫主耶稣。所以，咱会当讲，上帝通过圣囝耶稣来到世间，来向世间人来显现出上帝的疼。但是马可福音第1章第一开始就来甲咱讲，即款上帝的疼是对起初到伫即马拢毋捌改变过。所以规本的圣经伫第1本旧约创世纪，咱看到上帝对伫亚当甲夏娃的疼。亚当夏娃犯错，但是咧，上帝犹原甲因祝福，对无？祝福因袂得到危险。虽然讲离开爱甸乐园，但是上帝甲因保证，甲因应允，因袂受害。咱也伫出埃及记看到。上帝因为疼，
所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佮带因进入上帝所应允迄个老年甲蜜的地。就算讲以色列百姓伫旷野迄40冬，一直伫遐犯错，对无？犯错，求上帝赦免，然后一时啊变好，但是咧过一阵时间，佮将上帝骂记记，然后佮犯错，然后上帝会生气，上帝无错，为着公义，上帝要处罚，但是当以色列百姓求救上帝，甲上帝讲赦免阮，拯救阮，上帝犹原慈悲疼痛显现来赦免以色列百姓，继续引带，继续引带，到伫以色列百姓进入应允的地。所以旧约圣经也是咧见证上帝的疼。见证上帝保护伊的百姓，上帝也赦免一遍一遍赦免上帝百姓无知所犯着的错误。甚至旧约圣经上重要的一个所讲的一项代志，就是上帝应允一个弥赛亚要来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来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遮的痛苦，脱离遮的苦难。上帝的应允要拯救以色列百姓。旧约其实有的人认为讲旧约就是讲着律法，旧约的上帝足歹，但实际上咱若真正旧约看互透，咱发现讲上帝是疼，上帝一直喺显现伊的疼。上帝的疼，当然以色列百姓一开始真侪代志毋捌，常常犯错，就亲像咱的士大人共款。咱细汉的时阵，有时阵咱做毋着代志，伊嘛甲咱喋。嘛，甲咱骂，但是咱敢会当讲，爸爸，你甲我拍，你无爱我，我无认你做老爸，咱无可能，咱无可能。咱渐渐大汉了后，咱就回想，咱就知影，咱的士大人也是为着咱好。就算讲过程中间会处罚，过程中间可能会指责，但是咧，咱到后来体会到啊，士大人是疼咱。啊，当然过去的时代，尤其咱的可能咱在座咱的士大人，拢是经历过日本时代，包括叶牧师遮尔少年的，老爸嘛是拢读过日本册，当然迄个背景可能伫即仔来看，可能较严格，咱的尤其咱的老爸啦，迄个经历日本时代啊，日本教育过，啊，佮经历着迄个太平洋战争的前的迄款的教育，可能会较严格淡薄，但是咱拢袂当否认。就算讲方法毋对，但是咱的士大人拢是疼咱的。我想咱在座应该拢阿门啦，虽然讲有时阵较严格啦，旧约也是迄见证上帝的疼。然后到伫新约，咱读着福音书开始，咱知影上帝道成肉体，成做圣囝耶稣来到世间，这互咱世间人有机会会当直接经验着上帝的疼。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爱道成肉体来到世间，因为耶稣医病赶鬼。并且教导人爱照着甲上帝建立关系，安尼才会当经历着上帝所应允生命的丰盛。然后耶稣佮守护咱圣神，所以就算讲上帝长期
主耶稣、圣囝耶稣登去天父上帝遐，但是咱犹原因为有圣神，咱犹原经历着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做伙伫咧。所以上帝一听，显现伫咱的生命的中间，咱的生活中间。所以常常咱拢爱提醒咱家己，咱爱回头看咱所行过的每一个脚步。咱行过的每一个脚步，咱若细腻看，咱若斟酌看，咱若会当平心而论，咱行过的每一步，拢是有上帝的听。只要咱愿意诚实来看咱过去行过的路，亲像咱。可能咱在座有个人感情路不顺，但是有时阵会想，真正要感谢咧，感谢遐个伫咱人生过程中间，捌陪伴咱行过迄个短短时间的每一位。当然，牧师娘即摆无伫遮，我细声讲，因为伊毋知影，但是有时阵只要咱愿意放下。真侪咱个人的情绪，看咱过去行过的路，有时阵就算咱拄着的时阵，伫遐真艰苦，伫遐真甚至真受气，但是咱回头来诚实来看，拢看着讲，每一项代志的发生，拢有上帝的旨意；每一项的发生，每一项代志的发生，拢有伊的正面的意义。就算咱拄着的时阵，咱感觉是伤害。甚至咱有时阵会感觉讲，哇，我熟悉着人生，哇，人生真正有黑暗面。但是这敢毋是就是上帝互咱有学习的机会，互咱今仔日活伫现在，咱有遮的人生经验，互咱无搁犯着同款的错误，互咱拄着未来拄着搁较大的代志，咱有迄个。信心、勇气，通面对。所以每一步，每一步，其实咱回想咱行过的每一步，拢有上帝的恩典在伫内底。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经文中间，咱读到。旷野，旷野，旷野伫圣经中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咱伫大港节前有一段时间读出埃及记，出埃及了后，离开受着埃及人苦毒的迄个做奴隶的地埃及了后，以色列百姓是来到伫倒位？来到伫旷野。然后旷野敢有好？旷野敢有较好过？你用现实来看，无拄拄较好过。所以以色列百姓每一遍拄着无物件食、无水通啉，就伫遐埋怨，因为旷野无较好过咧。脱离痛苦的地埃及，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伫旷野。然后旷野用现实条件来看，无较好过。以色列百姓伫遐想无为虾米，甚至因会埋怨，咱家己敢毋是共款？咱家己敢毋是共款？所以咱转来看人生，咱人类的本性，就是咱对疼有迄个渴慕。所以咧，咱对囡仔时代，咱追求啥物友情？咱望讲，咱有真侪朋友。咱伫囡仔时代，咱望讲，咱下课转来厝里，然后出去外口佚佗，然后有一群囡仔甲咱做伙佚佗，咱会足欢喜，因为咱有伴，咱有友情。搁较大汉，咱可能会想讲有一个闺蜜
心事会当甲伊讲，也是有即个哥们，大家一人受欺负，众人来出头。哇，这哥们真正真好，有即个兄弟，人拢是对疼有迄个刻薄，对伫友情，然后对伫感情，这个免讲。然后咱对伫亲情，敢是嘛是有真刻薄。咱士大人若离开世间，咱会少念士大人会疼。然后咱若较大汉，出门在外，拄着啥物代志，咱敢毋是第一个想到的，紧转来厝里找士大人。无论是欠钱，无论是拄着啥物工作的无顺利，咱总会想讲，哎，转来厝里找士大人来甲伊参详要安怎？对疼咱拢有较无，但是咱袂当好人就是人往往会伫毋对的所在、错误的所在，想要找着疼。亲像人若路行偏差，通常是啥物？人拢会讲啊，伊本来即个真侪咱电视访问，即个社会新闻，讲到啥物人犯罪，然后咧访问伊的爸母、厝边头尾，也是兄弟姊妹，拢会讲啊，他本来很乖啦，都是交了坏朋友。敢毋是安尼？咱对疼有较无，然后咧，咱想要伫朋友的心上找着疼，但是咱过头挖靠朋友来得着疼，结果朋友甲你讲啥物，你就照做，甚至诈骗也常常是透过朋友、亲情、同事伫遐诈骗，因为咱真正较无一个关系，一个搁较亲密的关系，至到咱找毋着所在，甚至因为安尼，咱家己创啊家己凄惨落魄。不过就亲像俄国的一个作家托尔斯泰，伊有捌写过一个字，即句话：倒位有疼，倒位就有上帝；倒位有疼，倒位就有上帝。意思是啥物？真正咱较无的疼，当咱找着甲上帝的关系了后，咱其他的关系其实问题拢通解决。真侪人际关系的问题的中心，其实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来出差错啊！至到咱看啥物人拢无顺眼，至到咱讲无三句话，就会大声冤家。这其实讲到就是，尤其是对有信仰的人来讲，其实咱袂去这条，要找到疼，就是大声到上帝面头前来找，倒有疼，倒位就有上帝。意思，咱若无上帝，你想要追求的疼。疼变做疼啦，心真疼。马可福音1章第1节到第8节，就是见证讲到旷野，其实上帝的疼是常常地超越人所想象的所在，互咱会当经验到。上帝的疼常常地超越咱通想象的所在，互咱经验着疼。有时阵，咱伫外人的眼中一切顺利、成功顺利，结果咧，你会感觉心烦倒转、空虚。但是咧，伫别人来看，你拄着歹事，但是你煞发现讲，这段时间你特别追求甲上帝的关系，然后咱甲上帝的关系，也因为咱即款的刻薄，即款的追求，事后咱来想着，哇，迄段
别人看做凄惨落魄，反倒当我甲上帝行的是上近、上亲近。就亲像，就算讲旷野常常是充满危险，甲充满挑战的所在，亲像以色列百姓，伫出埃及记的记载中间，以色列百姓规工伫遐无物件食，无水通啉，真正充满危险甲挑战。但是上帝却常常是互人伫旷野经验到伊的疼，亲像出埃及记讲到，上帝日是用风挑，暝是用火挑去引带。当然，以色列百姓伫旷野常常安怎习以为常啦，所以感觉讲啊，上帝啊，拄着腹肚枵无物件食，拄着无水通啉，就伫遐讲上帝啊，你为虾米甲摩西埋怨啦？甲摩西埋怨讲你哪带阮来旷野？间接的讲着上帝，埋怨上帝，敢毋是安尼？咱习以为常啊！我世代基督徒，所以咧有时阵初代基督徒感觉哇真感恩的代志，咱伫遐听，感觉无啥物。我世代基督徒，我讲牧师啦，我讲牧师，有时阵会感觉习以为常啊，结果无去珍惜，无去注重，反倒当煞变做真侪埋怨。世代基督徒是讲牧师，多少是讲牧师啦，牧师家己爱反省。我惊有会友会感觉，毋是讲世代基督徒是也牧师家己但是上帝往往互人伫旷野经验着伊的疼。亲像马可福音1章第40到第80甲咱讲，旷野是加瑟利约翰开始宣讲上帝救恩的所在。旷野也是啥物？伫马可福音写啥物？全犹太甲全耶路撒冷的人来旷野找加瑟利约翰要创啥？互伊行洗礼，来领受着上帝的救恩，来领洗礼，来洗除家己的罪，互上帝会当赦免因。旷野就是上帝常常显现伊的疼的所在。其实，圣经记载中间，上帝领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即个做奴隶的地，带以色列百姓进入旷野，然后旷野也是啥物？先知以利亚，互迄个歹的王后亚西别对杀的时阵，伊为着闪避对杀，伊走去旷野。所以以色列百姓实际上伫旷野也是经历着上帝的保护带领。先知以利亚也是伫旷野经历着上帝的保护、上帝的疼，甚至耶稣伫旷野40日受试探，然后咧，圣经安怎讲？天父派天使伫遐保护伊。其实咱真少来看，旷野是上帝特别显现伊的疼的所在。所以伫咱生命中间，咱一生的中间，拢会经历过旷野。同款，咱人生过程中间的旷野，也是咱通经验着上帝疼的时阵。所以上帝敢毋是常常伫安慰的中
伫咱哀伤的中间安慰咱，伫咱面对挑战、甲面对困难的时阵，敢毋是伊用伊的慈悲疼痛，用伊的气力来扶持咱？咱只要愿意回头看咱行过的路，其实咱拢会当体会到上帝伫旷野所显现的疼。这是埃及的旷野啦，去过以色列旅游圣地旅游的，应该拢知影。即个埃及这边拢是旷野，然后以色列这边咧，同款是沙漠，但以色列伊用迄个灌溉啦，拢足清脆。这是一个附带的一项代志。我这个相片是埃及这边的，埃及这边。若进入南边的以色列，就会发现讲，迄个国界其实差别真大。咱在座，我知影咱在座有人有捌参加过圣地旅行的，拢知影一点。这是埃及这边的，互恁知影讲，旷野，咱来用人的眼光来看旷野，是一个危险、充满挑战、真困难通生存的所在。但是圣经甲咱讲，旷野也是常常是上帝显现伊的疼的所在。伫咱人生的旷野，敢毋是安尼？上帝拢是互咱伫迄个咱人生的旷野，其实甲咱上亲近。所以弟兄兄弟，无论咱人伫倒位，无论咱现况怎样，咱莫否认，就是上帝无论咱伫倒位，咱的现况怎样，伊拢疼咱。但是上帝的疼是爱咱来做改变，所以咱会经历着多代志。有时阵咱会经历着人所看是歹事。即当阵，咱就爱想着，敢是上帝的疼邀请咱，伫即款人生的旷野，咱做一个改变。亲像加色的约翰伫旷野迄宣讲，然后吸引真侪人来到伫旷野，来领受加色的约翰的洗礼。然后咧，加色的约翰伫洗礼的时阵，甲遮个领受洗礼的人安怎讲？顶礼拜有讲到，爱结出下地反悔的果子，就是改变。所以马可福音1章50，敢毋是记载遐个来到旷野听加色的约翰信息的人，加色的约翰就是爱因反悔的行动，悔改的行动，回应上帝的疼，就是爱改变，无论心态的改变，行动的改变，这就是悔改。留意下这，可能咱有兄弟非常满意目前的生活，但是咱爱提醒咱家己，上帝爱咱什么？爱咱伫生命生活的中间，经历到真正的丰盛。真正的丰盛是啥物？咱甲上帝做伙同行。咱有上帝的圣神充满，并且咱活出互上帝所使用的生命。留意下这，无错，12月份是无形的圣诞节期。
咱会当发现12月，无论教会内教会外，有真侪的聚餐，真侪的餐叙，真侪的活动，因为一年要结束，无论教会内教会外，会当讲对基督徒来讲，12月份是一个真无闲的一个月。伫无闲的中间，上帝邀请咱爱做改变。改变啥物？咱无论外在是偌无闲，无论咱心中有偌济需要去担心、费心去备办的事，伊爱咱，甲伊会当搁较亲近。伊也爱咱，互圣神引带咱，会当活出上帝的形象，就是基督徒的好模样。上帝也爱咱，将咱的眼界会当超越家己。咱无过是随人过性命，毋是干那顾家己，咱过是愿意付出行动，咱来服务、关怀咱四周围的人所需要的。落以下这，咱已经进入大港节第3主日，愿咱伫即几礼拜，拢会当搁一遍来思考信仰对咱的意义。咱为虾米过圣诞节？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搁一遍透过圣经，你向阮讲话。你爱阮思考着，当阮经历着人生的旷野，其实你对待阮就亲像对待以色列百姓同款。你伫阮毋知影的时阵，你悠然亲自保守阮，看顾阮。虽然讲阮有时阵，阮有埋怨，有时阵阮会袂记得，阮有你的同在，但是主啊，阮感谢你的圣神，透过逐款的方式来提醒阮，提醒阮爱掠掉你的应允，就是以马内利，你甲阮做伙伫地。无论面对什么代志，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互阮袂记得你的疼，已经临到阮。当阮顺利的时阵，也恳求上帝你提醒阮，就是爱把握机会，将你的疼分享，互搁较侪人。当阮失志忧愁的时阵，也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帮助阮，互阮会当掠掉你的应允，你的疼，互阮会当保持信心勇气，来面对阮的路。主啊，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活出你爱阮活出的模样，就是专心听你，也会当彼此相听。求主你的圣神帮助阮，会当活出你的应允，活出你的使命，佮活出你爱阮所行的模样。主啊，伫圣诞节的进前，愿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时刻带领阮、陪伴阮，也教示阮。阮需要
你亲自的引带甲带领，阮搁较需要你时时刻刻指导阮、教示阮，互阮会当每一步，阮是有勇气来行出一步。每一步，阮也是倚靠你所授予的智慧、甲信心，来行伫你的道的中间。愿安尼恳求祈祷，是倚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用圣经的话语，甲咱三万勉励。即时咱要来应答上帝的话。应答上帝的话，圣诗第583首，圣诗第583首，愿主存你圣手，牵我做我保护。虽然拄着引诱，我愿行主的路。检采伫黑暗暝，也是山坎深渊。主若是你旨意，我行无要言前。圣诗583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
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请民兵执事甲吴勇执事来书献。这时我来报告，请咱大家掀开周报。报告事项：下主日12月21日，是咱教会圣诞节的赞美礼拜。圣歌队要伫礼拜中献唱这个真光的锦绣啊，科尔特的圣诞节庆选曲啊。第二，这礼拜拜六12月20日暗时6点，要伫滨江市场5楼吼，就是伊人宴会馆，吼，滨江市场5楼来举行。那已经有报名需要共乘吼，要共乘前往的兄弟姊妹，请伫迄天拜六下晡5点，伫教会门口集合，吼，伫教会门口集合。咱有分配车辆要载咱去。若是有要家己自前往的吼，请伫6点进前到位。5点半，我咱讲5点半吼。6点开道，吼，要5点半就爱到位啦，吼，5点半爱到位，因为咱遮5点集合到遐差不多5点半，嘿，第三吼，明年度开始，每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礼拜，礼拜后了后要举行庆生会甲爱餐，请兄弟姊妹来预留时间参加，并欢迎邀请厝的人也是新的朋友来参加吼。咱进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吼，暂停爱餐。咱后一个月开始特别去恢复，请迄个第4礼拜迄天，咱预留时间，利用咱共餐的时间，大家来互相大家开讲啦，吼，增进情谊。第四，需要教会2026年的月历吼月历的兄弟姊妹，咱伫后壁面也阁有，请伫礼拜后了去招待所遐来摕。第五，每礼拜拜五暗时7点半吼，读经会，咱是采用总会每周圣安宫读经，咱欢迎兄弟姊妹来踊跃参加。第六，若需要牧师探访，也是希望安排家庭礼拜兄弟姊妹，
请来甲牧师也是中职讲，通来安排吼。第七，后礼拜是圣诞赞美礼拜，这内容咱家己来看。咱来看咱倒边的聚会活动吼。咱主日礼拜是伫主日的上午10点，圣歌队练唱是每礼拜主日上午8点45分开始吼。咱每组新安宫的查经是伫拜五暗时7点半。咱插会班每个月一遍，是伫拜六早起的10点。咱个即摆来看即个顶礼拜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的统计，咱家己来看。啊，若有毋对的，咱甲咱的出纳也是过价来调整。圣港事奉吼，即礼拜招待是素琴节甲bình风乡，插花是牛长老，清扫是义园节。后礼拜讲道是咱叶牧师。诗会是江长老，诗琴是慧玲老师，领唱是梁长老，诗献是民兵执事甲秋妹执事，招待是谢宝姐甲苏长老，插花是咱插花班，清扫谢宝姐。咱来看咱正平下面的本周的金句，马可福音1章第3节，有咧叫伫旷野的伊的声讲，着避办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请咱大家用台语来念2遍了后，搁用华语念1遍。来，请。有咧叫伫旷野的伊的声讲，着避办主的路，修直伊到路。有咧叫伫旷野的伊的声讲。着避办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马可福音1章3节。这是请咱大家原来用拱手来互相请安。这时，请咱大家来念圣诗396首。圣诗396首。当要散会求主赐福，互阮心中上快乐。大家结连亲爱辅助，欢喜跟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圣诗396首，请咱起立来念。主。
咱就爱伫人生的旷野的中间，咱袂当袂记住，就是上帝的听时刻的显现。可能咱已经行过旷野，也莫袂记住，伫旷野的中间，上帝保守带领咱即款的恩典。咱也用感恩的心来持续付出行动，来关心咱四周围活伫旷野中间的肢体，为着因所遭受的艰苦，咱付出关心，咱付出扶持的行动，为着因所面对的困难，咱也感同身受，咱用上帝的话来彼此激励，因为安尼，咱才会当亲像圣经耶稣所交托予咱新的诫命所讲的，彼此相听，互众人知，咱是耶稣的学生。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闭会。